4000幾蚊去到8000幾蚊都有。John 嘅西班牙食品店同樣面臨缺貨危機。以往佢每隔3至4個月入一次貨，但佢對上一次大批量入貨原來已經係舊年11月。預計再過1個月，呢批掛起嘅西班牙火腿就會賣晒，連冇咁高級嘅食材都有見底危機。通常我哋上面咧就會擺啲三文治火腿啊，然之後有少少芝士啊，有啲肉腸啊，咁但係你見因為三文治冇晒，三文治火腿冇晒，就擺翻啲啤酒啊，或者紅酒或者白酒啊。有諮詢機構統計，今年7月全球船舶嘅準點率下降至35.6%，同舊年同期相比大幅下降近40%。而船舶平均延誤時間就繼續延長，達到接近7日。John 話：以往從佢買貨到貨物抵港只需要2個月，而家因為航運安排混亂，每個環節都可能出問題。我哋試過有啲咧唔同嘅省份，佢嗰啲隔離啊，或者嗰啲措施嘅問題咧，有時佢出唔到啲證書嘅，咁所以冇辦法嚟唔到嘅。所以而家我哋其實預3至4個禮拜最少，佢送到去港口咧，我哋個 agent 就用1個禮拜嘅時間去安排上櫃。咁但係有一個 factor 就係佢唔係一定有櫃俾你。我哋最近訂呢一批貨咧，其實本身佢早2-3個禮拜要出㗎啦，咁但係佢臨時一刻就換船，咁咪褪多2個禮拜嘅。每年從中秋節到第2年農曆新年，John 話鋪頭生意一般比較好，佢哋已經預訂一個貨櫃嘅急凍食品提前來港，確保旺季期間有足夠供應。其實我哋7月已經準備㗎。其實如果我哋而家其實喺20號就會啲 supplier 俾晒貨，個 agent 就會裝櫃。咁其實嚟到係10月尾到11月度，所以其實我哋都專登去備咗 Christmas 嗰個 peak season，驚嗰個櫃嗰個供應再少啲咧，咁就好難嚟到貨。呢個 shipment 係俾聖誕同埋農曆新年，起碼一定夠先。